观众朋友早，欢迎收看3月24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怡珍。新闻一开始，咱先来关心台北市昨下晡发生一件抢劫抢案，有一个查某人去银行领钱，拄要坐车离开的时，煞互4个查甫人出咸石仔水，甲现金500万抢走。过1点钟了后，警察伫新北的双溪抓到这4个嫌犯，安尼犯案的动机要改调查。 这台黑色的轿车停伫咧银行的外口，几多个查甫人落车，甲边一台白色的轿车车门开开，抢走车内500万现金，随后开车上高速公路逃走。收身了。抢案发生伫23下到3点外，一位姓谢的女子伫台北市南港的国泰银行领500万了。 过去内湖的恒爱路第一银行领195万，领煞正要上车的时阵，有4个查甫人向伊喷辣椒水，将车内现金抢走。他在上车的过程当中被用辣椒水袭击，然后抢走了其中的500万。警方接到报案，伫1点钟久了，踮新北市双溪第2并线19公里的所在，抓到4个嫌犯。被害人涉嫌女子离查案，由律师陪同完成初步的侦讯了离开。 坐公车的乘客姓文加姓曾的查甫人，是到树林地检署说明具体。刚刚在9点半的时候，已经完成警方的初步侦讯。那经请示检察官，那其中2位男性他愿意到这个地检署做拒绝。 被抓的4个查甫人分别自21岁到26岁，离查案被带登去台北市警察局内湖分局，但今仔日闭路做煞了，结果移送树林地检署侦办。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维持动资管的效果，教育部规划逐年拢会分500块的动资管，予16岁到22岁少年人，总共会有165万人会使领到。 教育部表示，因为经费有限，而且嘛发现高中大学生较少咧运动，才会针对少年族群来推动动资管。上来的时候，你的足弓的位置，好，重心会放在这个地方。 去健身房做野球类运动，唔但锻炼身材，也达到运动效果。为了培养青年养成长期运动好习惯，教育部体育署规划针对青年族群，常态发放500块青春动资管。蛮符合年轻人的，因为现在年轻人不都会看球赛那些嘛。我是觉得可以促进消费，还不错。我还是会比较想要去看球赛，有就好了，不会嫌太少或太多。 对500块的运动安保，真侪大学生乐观其成。看明体育署的青春动资管规划方案，主要以16至22岁民众为主，当年会常态性发放每人500块，领用的时间有计为6月开始到今年年底，会当用伫做运动或是看比赛，总计有165万人受益，这是外界好奇。安怎这摆的动资管只锁定16至22岁青年？教育部回应依据体育署伫以早的运动比赛参与情形报告，发现高中及大专院校学生的参与，拢比总平均数低。 高中跟大专学年纪稍微也比较大哈，自主能力也比较强，比较高哈。同时呢，也可以独立来完成消费运动的一个消费哈。那这个阶段的运动习惯的养成，对于成年之后的身心健康、学业成就以及社交能力都有很大的注意。看好这次的业绩成长，应该会有2成左右。当然，也希望政府的配套可以更完整，推动全民运动为概念，给予全龄层的补助。 唔忙透过政府带头民间增加措施，带动青年族群的消费运动习惯。只是提倡运动应该无分年纪，也互无领到冠的民众，难免会感觉比重不足。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美国联准会宣布要升利息1码了后，咱台湾中央银行嘛宣布基准利率要调悬半码，这嘛已经是连续5季升利息啊！而且这阵万项拢起价，电费钱嘛调悬。 所以中央银行预估消费者物价指数的年增率是2.09%，超过通货膨胀境界。美国联准会照市场的预期升息1码，甲联邦基准利率目标区间向上调到4.75%到5%之间。累计去年3月到这码已经升息19码，咱国中央银行也伫宣布搁再升息半码，这是去年3月以来第5遍升息，累计升幅是0.75个百分点。 央行的重大现率变成1.875%，创8年的新高。相较跟美国的，就是说很急速的大幅的升息。那即使我们这一次升息，我总觉得我们的半码也还是温和啊，而且呢，我们是渐进式的，
会让我们的金融机构呢，它的一个资产负债的一个调整呢，比较容易去调整。美国的这个级数跟我们的是不大一样的，即使没有完全的符合市场的预期，但是也不能解读我们是放鹰。杨霞讲，疫情了生活正常化，娱乐服务业的绩效变悬。禽流感疫情增加国内食物类的绩效，所以向上修正今年 CPI 加核心 CPI 年增率的预测值到 2.09%， 继续悬过2%的通膨警戒线，也向下修正2023年经济成长率预测值到 2.21%。输入性通膨啊，已经是慢慢下来了。娱乐消费，这样现在是松绑了以后呢？到国外去啦，到旅游啊这些啊，还有外食啊，服务类的价格易涨难跌，它的坚固性。那还有就是说，我们还必要关注这个国内电价涨的外溢效果。杨金龙讲，未来货币政策是不是要继续紧缩，就要看去年以来国内紧缩货币政策的效果，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动向的外溢效应。结果最近美欧一寡银行危机事件可能造成的冲击，用这三个条件来评估对国内经济金融的影响，结果适时调整货币政策。记者综合报道。国内欠鸡卵，这个月开始，咱的为8个国家进口鸡卵，其中泰国是头一届出口鸡卵来台湾，头一批有32.5万粒，按算后礼拜会送到台湾。国内饲鸡协会就表示，鸡卵是真欠，支持赶紧进口。若无目前已经有人咧黑白化关鸡赚片头，对业者甲消费者拢毋是好代志。泰国农业部官员甲业者拢碰到一半鸡卵，都徛伫货柜前，为头一摆将鸡卵出口到台湾，留落纪念相片。这批鸡卵大约32.5万粒，价值150万泰铢，大约代表132万。以海运运送，泰国媒体更较早伫2礼拜前，都报道相关人员会面确认进出口事宜。ไต้หวันอนุมัติให้นำเข้าไข่ไก่สดจากไทยเป็นครั้งแรกถือว่าเป็นข่าวดีสำหรับเกษตรกรผู้เลี้ยงไก่ไข่ของไทยที่มีตลาดใหม่เพิ่มเติม台湾鸡卵供应真欠，颠倒予泰国看到新市场的机会，毋望今年会当出口到台湾达到5000万粒。这批泰国鸡卵一粒产地计数是4块到台湾，也搁要计算运销加处理成本。也毋过农委会已经表示会吸收价差，伫通路平价来卖。另外，国内产业界表示无烦恼进口卵冲击本土计数，因为即马欠卵是早就欠到黑白化价。这个抓着来报一寡，先较袂大概清啊2啊，无能在咧化价农商嘛可怜过条无能的嘛可怜，江苏嘛是真无奈你无安尼得无能买无能头一批泰国鸡卵有计海运需要67天，也就是后礼拜到台湾。国内饲鸡业认为欠鸡卵恐惊比官方想的也搁较大。另外后礼拜敢是搁有调整2价拍算。有关表示需要开会讨论，也毋过指出乌市计数真乱，目前未付供应，想要取得卵就将计数划悬搁划悬。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今仔日方面通过东北部甲东部会落雨，中部以北嘛会落短暂雨，尤其是过昼搁较高落雨，咱来看温度。因为有方面通过，今仔日东北部甲东部会落雨，中部以北嘛会落短暂雨。今仔日无像昨遐热，北部高温是25度到26度，其他所在嘛是有27度到31度左右。若低温大概是20度到22度。明仔载开始，东北季风变强，北部甲东北部天气转凉冷，中部以北、东半部、南部山区甲偏湖、金门、马祖拢会落雨。另外，提醒观众朋友，今仔日金门、马祖甲北部是高大雾，影响的视线，出门就要特别注意。风面通过，今仔日开始变天，中部以北会落雨。拜六礼拜，东北季风变强，华南云雨系向东平线，全台湾拢有机会落雨。若久无落大雨的南部，若总有雨水，就会当小可改善可看情形。日头正险，台北市科教馆早起11点的温度有到摄氏33.3度。阳光自拜五开始，微弱方面通过了，中部以北会开始变天，温度会降5度，也阁会落雨。自拜六开始，东北季风连续来报道，同时华南的云雨系向东平线，可能全台湾拢会落雨。
马祖周四周五可能有一些雷雨的几率，但是到了周六周日的话，其实各地都有可能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可能。气象专家分析，目前综合欧洲的模式，会当看到礼拜开始，全台湾是规片红光光，落雨区将会自北部一直向南平，差不多包括规个台湾。南部地区也可能伫个礼拜到后礼拜日有第一波的降雨，所以伫个三月底，也有机会有第二波的春雨来，小可消透南部欠水的情形。30甲3月开始水气阁刷入来，所以高雄以北甲宜兰花莲台东有雨。4月初即天是台中以北甲宜兰花莲台东有一寡所在会落雨啦。后礼拜二八开始，东北季风减弱，北部甲东北部的温度会小可回升，中部以南将会转做好天。专家提醒讲，虽然伫这月有2波的春雨，不过4月到5月中，大环境来看也是不利降雨，提醒大家也是要节约用水。记者综合报道。这久无落雨，生态甲生活拢会受影响。亲像南投德美社区的火金菇皮英果是搁较慢出现，可能就是因为无落雨，致使因的食食落雷变较少。若高雄的水情灯号转做柑仔色，今仔日开始减量送水。4座分化区的收水池宣布减少开放时间来送水。春分拄过，天气渐渐温暖。中部地名受火金菇景点南投县桃美社区以早3月下旬，火金菇就会出现，不过今年到今也未看影。桃美休闲农业区推展协会营副董事长廖永坤掠算，因为可能无落雨，这水中雷亚类的火金菇幼虫的食物变少，影响规个族群的生长，有计会延迟大约1礼拜才会出现。因为今年鱼特别的少，拢无落雨，萤火虫它也是要有水才能够生活啦，尤其是它的幼虫里面一寡在食物件拢在水底内底较侪，且今年就较少。天文落雨也影响水情，高雄水情灯号会为3月30起转为柑仔色灯实施减量供水。环保局4座分化场游泳馆，逐工开放场次会由4个时段减做2个，有个逐工会当升43档水。把第一场次跟第4场次的时间的那个场次取消掉，那我们只开放第2场次跟第3场。高雄市的86吨每天86吨的一个游泳池的供水量来讲的话，我们大概可以减少到一半哈。真久无落雨，也予3年大火，抢救无简单。新竹县五峰乡大路林道23.5公里的所在，23中岛发生火警，远远的所在，当然看到乌烟直冲天顶，小面积大约2公顷，空勤总队直升机为高空吊挂水地拍火。消防员伫地面下水，陆空同时抢救，希望减少炭烧范围。大火原因敢是甲山区久无落雨有关系？消防局也爱进一步调查背后情。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报纸写啥物？带观众朋友来看早报重点。先看《中国时报》，即马学校正咧招生，不过有真侪私立国中办学历测验，用入学考试来招生，引起争议。教育部长潘文忠表示，未当固在私立招生学爸母，会修改私立学校法。不过有一寡教育团体希望教育部尊重办学的自由，若准修法无排除动员抗议。刷落来看《自由时报》。为着要洗掉过路人地角的歹名声，台北市要分4阶段扩大推动过路青灯延长的措施。9月会有285间学校大概是900个路口，让过路人的青灯提早到5秒到10秒，减少人甲车抢路的时间。落尾是联合报，卫福部化工要伫2025年轻度施行肝炎，煞甲卫福部下骹的消毒施行肝炎办公室伫2月降级。并入去国建署癌症防治组，执行肝炎办公室降级了后，逐个月治疗的张数嘛减少。有学者就批评降级影响肝炎防治。来关心新冠疫情，国内增加97个本土病例，各有40个人死亡。这礼拜开始，中重症才需要通报，所以平均一日的确诊数降到109个。不过指挥中心嘛提醒讲，虽然疫情放凉，嘛同款要注意囡仔密死的状况，要注意囡仔体检阳性了后6礼拜内的身体状况。注疫苗唔但预防确诊，嘛会减少引发密死的风险。新冠肺炎20开始改做中重症才需要通报确诊，这礼拜平均逐天109例本土确诊病例，另外这礼拜也新增加2例儿童密死个案，拢无做过疫苗。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提醒，囡仔若新冠肺炎体检阳性，要注意所落来的身体状况变化。检验新冠阳性之后，通常可能在6周以内会出现这个 MIS-C 相关的症状。这6大症状就是腹痛、腹泻、呕吐。以及皮肤出疹、眼睛充血跟头晕。新冠的疫苗除了可以防范染疫，儿童跟青少年部分呢，可以降低90%以上 MIS-C 的发生率。指挥中心推广的疫苗加1活动，到大计共有30万人左右来做疫苗，其中25000人是自基础剂。另外，指挥中心统计，20新增加的40个死亡个案当中，有一半无做过疫苗。外界关心，确诊的数字一直在降，但是死亡数字并无明显对咧减少。指挥中心也提出说明，的确，它的这个下降的这个速度了哈，那是比较慢了一点，会再去检讨每一个个案，那它的这个相关的状况。未来对这一块的监测，我们也没有停。指挥中心表示，未来会针对确诊通报的数量趋势、医疗资源使用状况、变异病毒监测等等方面掌握疫情的方向。另外，所落来大众运输翠暗解封，估计清明假期结束了后，4月中就会检讨。记者郭文正、最优台北报道。桃园传出有人禽出现，而且已经脱逃12天啊！里长含守望队，阁有绿福村的手机要去甲掠，想要到阁互伊走去。林务局表示，全台湾干那台北市立动物园、绿福村、寿山动物园有登记人禽，若准逃走出来，会互重罚。新竹县府昨就甲林务局的人员去绿福村稽查，动物园列出上新的数量，阁有防护网，证明讲这人禽毋是为因遮逃走出去。动作溜达溜者就过，东非狒狒出现伫面体果园。桃园市平镇区电刑里长黄志杰甲10外个消防相助队，甲绿福村兽医来围捕，毋过狒狒实在是伤过巧，拢闪开。就是树上有狒狒，然后因为我们可能它叫的声音吓到那个狒狒吧，然后结果那个狒狒后来就吓到就跑掉了。直接做麻醉，那其实诱捕没办法，因为它速度实在太快了，我们根本追不上这样子。所以我们有带网子啊什么过去以后，其实没有用。里长讲，查查道理来工厂打出公告，上下班爱注意大猩猩，显示狒狒至少伫个日内已经带12天，目前还在逃。路径、捌道甲新屋技术阁倒来白电，后面将发现。农业局表示，桃园有人登记饲狒狒，所以可能是由其他的边界县市有人放杀，或者是外界导入来，也呼吁民众爱主动通报。本府农业局在接获通报的第一时间，就派遣我们林务科的动保人员跟我们动物防疫处的防疫人员前往进行捕捉。由风社是为绿福村动物园逃出来，绿福村后人表示是因为有经验，愿意配合围捕，也公布狒狒展场有高围墙，宽度超过4公尺，要地面电网加固层电网，逐工做电网检测，动物数量清点。我们现在身处于狒狒区，然后旁边的话，其实我们在进出的时候，这边都有电网，不管是左右两边，甚至地上的部分，我们都有安置电网。新竹县府23甲林务局人员去绿福村检查禽兽设施损毁甲疏失。根据林务局统计，全台有登记饲狒狒有台北市立动物园、绿福村、寿山动物园，登记也保法规定。若碰见，都爱家己或者是报请当地主管机关协助围捕。若违规，应罚新台币1到5万块。记者综合报道。这只逃走出来的人禽，经过专家判断，应该是东非人禽。动物园嘛讲，东非人禽是啥物物件拢会食，毋过袂主动甲人攻击。若伤我都无一定啊。民众若甲看到上无爱离10公尺以上，嘛莫甲伊相对上，避免人禽误会你要甲攻击。台北市立动物园内底狒狒咧食高丽菜，看到猎鹰镜头，先是好奇咧看，然后就走开。桃园出现逃走的狒狒，台北市立动物园表示，为影像看，应该是东非狒狒，平常时伫个路边行，毋过也真够爬树啊。东非狒狒的习性呢，它们平常大部分时间是在地面活动，那就是以四肢在地上活动为主。但是它们遇到一些，譬如说危险，或者是它有一些食物的诱因，它有可能会往树上爬。动物园资料显示，东非狒狒身高60到70公分，体重17到29公斤。原始生产地是森林甲海防草埔，17性动物，平均年活25到30岁。
苹果台疫情同步保育研究所副教授苏秀慧分析，虽然东非狒狒是杂食性，不过也只通化较济，无算是会主动攻击人类，不过就惊互人吃过，惯是向人讨物件食，也无排除是因为想要讨物件食接近人类。进到人为的环境去找吃的东西，那这样子当然就比较有机会跟大家在比较近的在同一个空间里面出现。它在一些状况之下，很可能它的反应不是会逼人，而可能是去产生那个就是反击的这种动作。那这个时候可能人就会陷入比较危险的状况。常常听到动物逃走的代志，台北市立动物园伫2017年黑猩猩沙日，逃到展场外口，隔玻璃甲展场内底其他猩猩互动，尤其是惊甲叽叽叫。若拄到逃走动物，专家提醒千万唔通吃物件，接被近距离接触有危险，会避免看因的目睭，互因叫是有攻击性，尽量有开距离，赶紧通报动物机关。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国际消息。世界电竞总会23宣布要禁止跨性别女性参加女子比赛。不过总会嘛讲要成立一个工作小组讨论相关的问题。另外，罗西亚电竞协会支持使用禁药啊，和禁止出赛状况，虽然已经解除啊，不过因为罗西亚拍乌克兰，罗西亚的选手同款袂当参赛。跨性别的女性是毋是当参加女子电竞比赛，一直拢有争议。世界电竞总会主席科伊23宣布，自3月31日开始，不经历过男性青春期的跨性别运动员，了无论伊的高过动浓度偌济，拢袂当参加女子组的国际比赛。So none of these athletes will be eligible to compete in the World Athletics Championships in Budapest in August. They will be eligible to compete in other events after that 6-month period, including the Paris Olympic Games next year, if and only if they maintain their testosterone at the required level. 科伊也讲，世界电总并不是永远对跨性别选手讲袂使，了会成立一个由跨性别人士领导的工作小组，在未来1年内评估相关的问题。另外，俄罗斯电竞协会因为国家支持使用禁药被禁赛进行，23世界电总也解除禁令。The Council agreed to the reinstatement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RUSAF, following 7 years of suspension. Athletes, officials, and supporting personnel from Russia and Belarus are still excluded from competition for the foreseeable future due to Russia's invasion of Ukraine. 俄罗斯电竞协会是2015年被停权，世界反禁药组织不发表报告，认定俄国电协的禁药文化年久未深。世界电总讲，也阁有35项特殊条件的清单，将会在3年期限到期之前进行审查，来确定俄罗斯伫咧这段时间有继续遵守禁药的规范。公司新闻张伟玲、吴kỳ昌编辑。中美洲国家萨尔瓦多过去一直实行禁止把囡仔摕掉的规定，不过有一个妈妈和医生认为讲，伊腹肚内底囡仔若准出世嘛是无法度活，伊就去申请把囡仔摕掉，煞互拒绝，佮爱互囡仔踮腹肚内底81日才会当破腹生产。这款状况，和相关的人士佮机构拢认为国家涉嫌侵犯人权佮虐待，已经甲美洲人权法院提告。日前开庭审理的时阵，有济民众来声援，要求要有一个正义的对待。美洲人权法院外口放落几大张真大的旗仔，面顶画的人就是受害的萨尔瓦多妇女比亚特丽斯。因为车祸已经过身的比亚特丽斯有自体免疫性的疾病，红斑狼疮。伊伫2013年20岁时阵，因为有心，互医生判定囡仔有严重的问题，无法度活落来，建议伊摕掉。伊就向法律机构申请，希望允准伊摕囡仔，煞互萨尔瓦多宪法法院驳回，必须继续互囡仔满81天才破腹生囝。囡仔出世无到5点钟就死亡。人权组织政治甲国际法中心认为，萨国政府涉嫌侵犯人权甲虐待，甲受害者做伙向哥斯达黎加的美洲人权法院提告，一直到这个月2日才头一届开庭审理。Nos llena de mucha satisfacción, de mucha alegría, la esperanza de que ella pues obtenga la justicia que en El Salvador no pudo encontrar. Entonces esperamos pues que aquí la encontremos.
中美洲萨尔瓦多为1998年开始就实施严格的禁止摕囡仔规定，不管有生对妈妈有性命危险，也是受到性侵乱伦有性拢袂使。对于摕囡仔的妇女甲协助的人，会处8档徒刑，上严重有可能会用加重杀人罪论刑，上悬有可能会判最加50档。Fue violatorio de los derechos a la vida de Beatriz, del derecho a la integridad personal y del derecho a la salud. También fue una forma de tortura. Además, ella trató de tener acceso a los mecanismos de justicia en el país y esos recursos resultaron inefectivos, además de que no se cumplieron las garantías judiciales y también se violó su derecho a la vida privada y familiar. 比亚特里斯在提告了后，在2017年车祸过身，暂时已经正做对抗萨尔瓦多不准摕囡仔的代表人物。抗议民众摕到有争取性别平等的紫色色水的物件，组织在法院大楼外口看胜利的直播画面。嘛认为这个案件有可能改变所有拉丁美洲国家女性的未来。这个有指标性的案件，如果会在今年年底进前做出最后的判决。公司新闻台是董炳玉。TikTok 抖音的执行长周秀珠23去到美国众议院能源商业委员会作证，不过同款未当改变国会议员对抖音的看法。议员颠倒认为应该要禁止抖音，因为伊是中国共产党宣传言论的工具。这款内容恐惊会伤害囡仔的心理健康。TikTok 抖音执行长周秀珠面对国会议员问伊伫咧用户个资的安全，一个中国言论审查的问题。TikTok surveils us all,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s able to use this as a tool to manipulate America as a whole. Can you say with 100% certainty that ByteDance or the CCP cannot use your company or its divisions to heed content to promote pro-CCP messages for an act of aggression against Taiwan? We do not promote or remove content at the request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he question is, we will replace. The question is, are you 100% certain that they cannot use your company to promote such messages? It is our commitment to this committee and all our users that we will keep this free from any manipulation by any government. You're trying to give the impression that you're a good actor, but the commitments that we would seek to achieve those goals are not being made today. You're going to continue to gather data, you're going to continue to sell data. 国会议员认为周秀珠对中国加移动的问题，拢无正面回应。Last year, a federal judge in Pennsylvania found that Section 230 protected TikTok from being held responsible for the death of a 10-year-old girl who participated in a blackout challenge. Section 230 is a very complex issue. Yes or no? We are very focused on safety. 周秀珠对真侪问题拢无讲重点，无法度说服国会。加州民主党众议员哈德纳斯讲，周秀珠是一个正好讲话的表演者。全世界即马对 TikTok 抖音的无信任愈来愈增加，伫真侪国家宣布公家机关禁止使用了，荷兰甲挪威也地宣布袂使使用。美国可能会封杀这个中国的应用程式，或者是可以另外一条路行，也就是中国的母公司字节跳动，将全部的股份拢卖掉。中国商务部讲，若要卖或者是将 TikTok 单独提出来，拢爱中国政府讲会使。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中国甲罗西亚的会谈拄结束，想要到罗西亚又搁继续发动攻击，目前尚无有8个人死亡。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去到巴赫姆特战地附近鼓励军队。另外，挪威提供的8台德国制造的战车嘛已经送到基辅。俄罗斯的飞弹射到扎波罗热这栋电梯，有一个查甫人头脑毁，附近的厝边拢惊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俄罗斯，人都走。俄罗斯随对乌克兰发动新一波的攻势，首都基辅周边也有扎波罗热有人伤亡。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谴责俄国对平民的攻击，袂输敢若禽兽共款。伫咧访视东部前线巴赫姆特镇附近的军事阵地，乌克兰军队伫遮抵抗俄军已经7个月啊。泽伦斯基去年12月已经来过一遍，这边是向前线官兵表达因保卫国家的诚意，也去边内面看受伤的士兵。根据总统办公室发的影片，泽伦斯基伫咧会场的半路，伫咧一个加油站小可停落来，买咖啡，甲士兵做阵翕相。Не відчував би цього вже зараз. Усі вже це розуміють, і кожен російський вбивця повинен розуміти. 乌克兰的情报部门日讲，乌克兰军队伫咧巴赫姆特西部的反攻，已经互通攻这个城市主要供应路线压力小可较小透。
俄军伫咧这攻击优势是慢慢伫咧消失。就伫乌克兰继续抵抗的时阵，挪威军援的8台德国制作的巴黎坦克已经运到基辅。这是挪威伫咧1月底时阵所答应的，也是根据乌克兰所提出的需求。北约的盟友德国、波兰、葡萄牙讲将会提供乌克兰总共48台巴黎坦克。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今仔日国际也有啥物大代志？带观众朋友做伙来看世界。27个会员国领袖出席的欧盟理事会，今仔日对军援乌克兰达成共识，决议要伫1冬内援助乌克兰100万粒的炮弹，佮应准会员国会使动用欧盟资金来联合采购武器。接落来，罗西亚自去年2月入侵乌克兰了后，芬兰佮瑞典就申请加入北约。不过，就要经过现有30个成员国的国会批准，才会使加入。今仔日，土耳其就通过一项批准芬兰加入北约的法案，目前敢若剩匈牙利也未批准。再来看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表示，因为疫情甲供应链压力，美国政府对外军售有延前。不过，美国国防部已经组成专职小组，主要负责海外军售的议题，卖定期讨论，确保提供适合台湾需要的军武。镜头转来到国内，警方日伫桃园龟山抓到一个细弱的查甫人，涉嫌改造枪，嘛抄到有亲像是国军咧用的武器。对早发现来自家己的新兵训练中心，不过国防部强调讲，国军的枪无碰见。警方表示，经过鉴定，初步认为应该是做甲真烧伤，并不是军中的武器。原警执行扫乌，日伫桃园市龟山一位非法兵工厂查到真侪支改造枪械，当场佫超出好亲像各族军用步枪 T65K2， 佫大批枪支遮军火，敢讲国军的武器又佫外流啊咧。已经要求各单位运用组织分层负责，由各级主管亲自清点，会同监察人员来检验，那么落实整个清点作业。预计在3月25号。会完成常备部队的清点，5月31号之前会完成全军的清点。为枪械事号对查，好亲像是家己身份入围。不过军方全面清点了后，国防部是讲 T65K2 拢还佫伫哩，看起来专案疑点是真济。外界是这支枪是为倒来的？面册专业的文章有网友讲，这是伊真侪年前设计的玩具枪，因为制作的时阵有缺陷，稍微一个都看得出来。是我们是尽量做到跟真枪一样，那个消费者才会买单的。但是它上面有一个就是军方有个厂徽，我们没有，这是我们自己研发的，跟军方没有关系。是不能激发，而且是非我们国军所产制的这个国造的一个步枪。那个枪管虽然是有通，但是不能激发。那国军也在做一个清点，那初步鉴识人员认为这一把枪是操作枪。专案引起真侪关心，到底是混唔着去，还是各族军品又搁拍无去？经过桃园市警局鉴识科的检验，认定这支枪是模拟枪，并不是制式枪械。不过是唔是属有军品，也由台军方比对做确认。记者综合报道。伫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上北苗栗的路段，昨早起9点外传出火烧车意外，有一台载工业酒精的重工仔车冰车，酒精是流出来的火烧。消防警员赶到现场拍火，是到中昼才控制掉。按这46岁驾驶随后送去急救，不过因为规身躯有几个所在拢骨折，送病院同款是救无回来。造车变道伫车道中央。冲浪的力道真大，道路中央的护栏也风浪歪，现场倒一大火，消防人员伫现场继续工作。23早起9点外，一台造车经过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上北111.2公里的所在发生冰车意外，因为车头到组体分离，载上的工业用酒精甲酸化石。随即就火烧起来，火势也扩散到边仔的狗仔甲农田，也因为甲酸是介烧的物件，消防人员以泡压制火势。甲醇易燃烧的使用2件泡沫有没有？要是火势，然后等火势熄灭之后，我们现在正在传火处理中。
46岁姓张造车驾驶，弄跌了后，互赶紧送上救护车。规身躯有几个所在骨头支气送医不治，为了避免影响往来车辆，西滨快速道路双向把全线封起来到23中道。火势得到控制了后，才陆续开放，车程要达3.4公里。请用路人北上时，在白沙屯匝道下后改道行驶台一线北上续行；南下时，在后龙匝道下。因为驾驶属于高危险性物质，消防局赶紧刷走巡防，避免挂流过引起灾害。那家河关警方也爱进一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台湾邦交出现危机，洪都拉斯的外交部长带团去中国讨论建交的代志，而且有风声讲会趁总统蔡英文出访的时阵宣布甲中国建交。咱的外交部长表示，洪都拉斯拢无看重台湾对因的援助，严重伤害政府甲人民的情感，宣布要甲驻守洪都拉斯的大使调回来，表达强烈的不满。而且即阵佫表出讲，洪都拉斯是算伤病得几的手法，毋但甲台湾讨美金24亿，嘛甲中国讨钱。坚持派遣外长赴中国洽商建交，严重伤害我政府与人民感情的举措，我政府决定立刻召回驻洪大使，以表达我方强烈不满。外交部叮当宣布调回驻洪都拉斯大使，就是为抗议洪都拉斯派外交部长雷希纳率领特使团到中国参详建交，无顾台湾的援助甲善意，严重伤害政府甲人民感情。佮传出中国可能选伫蔡总统29出访的时阵宣布甲中国建交。外交部长吴钊燮表示，状况拢掌握。如果在过程里面被断交，那会涉及到就是你蔡总统在飞机上还是在国外要处理这件事情。我们有很多的沙盘推演。台风办局即马降到冰点，传出洪都拉斯总统卡斯楚一前日就向中国提出60亿美金提案，同时用病院水坝这名义对台湾要求超过24亿美金金援，不过各推迟协商，明显是算两面手法。不过韩国外长讲，这是通过谈判达成的再降注机制，无承认对台湾大口函。关于这一方面事实终于会厘清的。那有关于洪国的状况，中国介入的痕迹非常的明显。交通部强调，双方的沟通甲对话拢文书记录应证明，强调绝对袂甲中国比三人出的钱较济。洪都拉斯总统卡斯楚阁传出要计划去中国访问，虽然中国无证实，不过路透社指出，已经是决定最近对宣布。记者综合报道。针对中国可能会发动武力侵略，美国和菲律宾正在加强部署。菲律宾的总统应准美军搁伫菲律宾进驻另外4个基地，其中有2大是咧挖紧台湾的李松岛北部。另外，美国加强挺台湾的力头，将议通过《台湾保证实施法案》，要求美国国务卿爱定期检讨对台湾的往来准则，确保台美的关系是继续咧加强加深。美国关心台海情势，美国众议院23以104票赞成，就7票反对，压倒性票数通过《台湾保证实施法案》，要求美国国务卿定期检视对台交往准则，确保强化台美双边关系，搁寻求废除美台交往自我限制机会。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伫听证会当中，也认同 CIA 局长伯恩斯提出，加强自控制7年有反台能力评估。FMF is one tool. We appreciate the authority. We also appreciate the drawdown authority, which we're looking at. But we have looked at how we can be most effective in supporting Taiwan and its defense. 布林肯也肯定台湾提升国防预算，加强军购，强调家己是签署上一件对台军售案的国务卿。国务院过去10年来，通知国会对台军售总额将近400亿美金。美方伫印太区域甲中国维持战略竞争，不止协助台湾自我防卫，也甲菲律宾要签署加强国防合作协议。美国总统小马克思表态，阮准美军伫即卖5个基地，搁增加4个军事基地，包含三苗里属省、巴拉望省，尤其伊莎贝拉省甲卡加延省，这2个就伫台湾的卢松岛北平。I am aware that the emerging threat to our territory and our emphasis on addressing this threat requires adjustment in our strategy. 地区国家应当对此保持警惕，避免被美果执利用。针对菲律宾调整战略，中国外交部批评美国扩大部署，破坏区域和平稳定，爱地区国家保持警戒，避免予美国利用，扣住人质。记者综合报道。
今年9月底会有4个大法官任期到期，总统成立大法官提名审查推荐小组。新文化基金会就推荐驻日代表谢长廷，不过这新文化基金会其实就是谢长廷创办的，引起在野党批评歹食相。新文化基金会表示，不管是专业素养或者是人格特质，谢长廷拢符合互推荐的条件。而且这大法官的制度嘛无规定政治人物袂当推荐。每一个人拢是平等的。谢长廷回到台湾，你不知道？应该有还是没有？啊，有请假，有请假。司法院15个大法官内面有4个，因的任期到9月底满啦。新文化基金会会推荐驻日代表谢长廷来出任司法院的大法官，引起讨论。对驻日代表敢会换人，外交部长吴钊燮讲，目前无这种讨论。他的基金会这些就开始来提名他大法官，审件小组下个礼拜报名截止，他就这个时候刚好回来，对不对？我那个没有相关的讯息，而且不是我的业务范围。所以驻日代表会不会换人？对，目前没有任何的这种思考。咱的司法院是设大法官15个，伊其中一个是院长，另外一个是副院长，总统提名经过立法院的同意来任命。大法官的任期18年，无分届次，一个去算，而且袂当连任。到29，大法官提名审检小组是公开接受各界推荐，还是自荐？审检合并拢会当推荐，但是大法官的职权是独立的。谢长廷的身份嘛，互在野党骂讲是派系在分公饼。那我想，政治人物如果不适合被推荐，应该当初在这个国家几十年的这个大法官制度里面，就可以明文规定说，政治人物不应该被推荐。那如果没有这个明文规定的话，其实我想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林耀文强调讲，不管是专业的素养还是人格，谢长廷拢正符合互提名出任司法院大法官的条件。根据了解，谢长廷会伫26个下晡参加伫台湾的新册发表会，讲日本送台湾疫苗的过程，到时日本人出任大法官的意愿，就会正受到关注。记者综合报道。顶风山头新竹市有17间幼稚园，有400个囡仔参加消防局举办的囡仔消防储备比赛活动。现场若会当学到地动的应变能力，佮有模拟拍火、空中游梭啊，互囡仔会当学到正实用的消防知识。人员在，随时要记得补充水分哦。好，加油！锁啊绑好势，一群仔囡仔就对顶头安全溜到下骹，大家唔难唔惊，佮感觉真趣味。很像从天上掉下来。感觉刺激吗？佮有消防拍火、甲消防分推车体验，每一个囡仔拢真认真咧学。有个囡仔体验不了后，讲望以后要来做消防队员。想要当消防员。想当消防员为什么？因为可以救我，可以救别人。但这个活动很好啊，从小让他们就有消防的概念，然后可以知道说要怎么做防火。那如果有遇到的话，他们可以去怎么做措施这样。庆祝儿童节，新竹市消防局规划幼儿童趣味比赛，透过体验活动，让囡仔学消防知识。现场还有搜救狗的精彩表演，让孩子可以近距离接触到这些消防的哥哥姐姐们平常所做的工作内容，有刺激，也有比较平易近人，当然也有很危险的事情。那提醒大家，就是平常在日常生活可以帮我们多多留意。消防局表示，除了体验活动，也呼吁民众平常时用火爱注意，提升厝内安全。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真侪学校内底拢会种树仔，不过落来树叶仔拢会互喷扫车再去烧掉。伫恒春的山海国小，为着要互这叶仔循环再利用，专工设一区压肥的所在，配合食农教育，互学生家己种作的时阵有有机肥通使用。恒春山海国小的学生当拍拼得甲涂骹叶仔拢扫扫收集起来，因为校长讲要用这叶仔来做肥料，互粪扫发挥作用。我们学校的树木很多，那每一天小朋友早上扫地的时间，就把我们的落叶、树枝、树叶扫到垃圾纸车，一天都扫1-2车，然后就去拿去烧掉。我是觉得对环保环境是很不友善的，所以我就开始规划，从我们堆肥厂开始，这就是我们跨入食农的第一步。学校甲民间企业合作，伫咧校园内底设一区叶仔的厝。
应该这个叶仔教互喙凹做有机肥。唔那呢，上海国小阁有规划要种植的地，互学生家己种物件，实现食农教育的理想。我们以后每一班都会有自己的一个田，可以种植自己想要的农作物。这些农作物都是有机作物，让我们吃起来更安心。借由这推展这个食农教育，让小朋友透过他们实作的过程，然后去了解我们的饮食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其实对他们从他们自己实作开始之后，他们就会开始有一个想象的空间，那就是想象说，未来我可以在我的土地上可以收成什么，在我们的这块土地上，我们可以发挥什么样的创意。学生家己动手去种植甲修成，也会当对这过程中间得到成就感。而且学校利用叶仔来漚肥，佮配合食农教育，达成环境永续的顺缺利用，有影是一兼一顾的办法。记者综合报道。嘉义水上有一个善德堂，内底有台湾第一代彩绘师傅陈玉芳画壁画18罗汉。不过有地方人士烦恼壁画受损等，呼吁相关单位来重视保护。壁道顶面一排的壁画，拢是国宝级彩绘师陈玉芳的作品。除了罕见的18罗汉，还有山水门神。地方人士讲，来看过学者拢表示，这物件拢真珍贵。目前照遐教授来讲伊讲伊毋捌看到讲陈玉芳伫一个所在画甲这齐全。伊讲到底毋是啥讲，我有甲迄个教授讲，应该是阮遮耆老当时有甲按下了袂歹。嘉义县水上乡的菜场善德堂内底，阁看会到清朝的石碑，因为地动风台有真侪损害的所在，嘛大大影响到内底陈玉芳的壁画。地方人士希望相关单位赶紧处理，莫互文物着安尼害去。这会适合，因为迄几档有地动你啦，地震加减有迄个伊个徛会了走，会适合啊。这是水上善德堂，嘛是咱地方咧讲的菜场伊有伊的文化历史的意义所以咱希望会当较紧甲伊保留落来。拜托咱相关单位会当较紧来甲伊修复，恢复咱古迹过去的风华。嘉义县文化局表示，针对善德堂的修复，文资局补助的经费已经落来，会先处理欠付的问题，续来阁做调查研究甲紧急征收的计划。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伫日本时代的台湾本土艺术家黄土水有真侪出名的创作。国立台湾美术馆为3月25到7月初，都特别举办伊的个人展览，要绍介黄土水的一世人。甘露水是台湾第一尊赤身女性雕像，这几档中建天日世界展出，是日本时代艺术家黄土水上出名的作品。因为有这样的一个传奇的这样的出土呢，所以呢，黄土水连同他的作品呢，至少包括黄土水的名字呢，大家就知道了。其实黄土水阁有一挂作品，亲像水球、群像等等。国立台湾美术馆团队用一档的时间，对各地收藏者收集30几件的创作甲文献，呈现伊的心血。这嘛是对1995年国美馆举办黄土水个展要30档来难得的大型个展。7点零讲，黄土水是台湾第一个进入东京美术学校学西洋雕塑的人，世界入选地点，嘛甲台湾近代雕塑带入现代。那黄土水等于是揭开了我们台湾近代美术史的序幕啊。那它引领陈澄波、李梅树，他作为一个典范来引领这些前辈画家或雕塑家。谢点林表示，这届台湾土自由水、黄土水艺术生命的个画，特别针对伊参支持者的关系做展览，互外界更较认捌黄土水这个人。对3月25到7月初9，伫国立台湾美术馆来展出。记者电视台开台北采访报道。AI 敢会取代人力，伫全球是引起讨论。华裔 AI 科学家李辉辉认为讲，各界对 AI 想象伤过济啊，伊认为 AI 袂取代人类的能力，颠倒会加强咱人的能力。伫咧最近 ChatGPT 带动一波 AI 的讨论，面对着这个快速发展的新科技，人类未来要安怎适应 AI 是不是取代人力，或者是取代倒一寡产业？国科会23邀请国际重量级的 AI 专家、华裔科学家李辉辉分享其长期研究 AI 的经验。So how do we imagine a new relationship between AI and labor? What I believe is
Instead of AI replacing human capability, AI should augment human capabilities. 李慧慧认为 AI 的发展也是要以人为本，不过怎么大家对 AI 有伤过侪人性化的猜想？虽然 AI 对人体工程的影响真大，不过伊就是一个工具尔，会当协助伫咧医疗手术等方面的无够，或者是做较危险的工作。重点是人安怎用。我在猜，大概处在中学生的阶段吧。AI 目前的 AI 还没有到大学或研究所的阶段，一个产业要到研究所以后才算是成熟到不会再改变。所以目前 AI 会取代哪些产业还不可知。怎么用 AI 来帮助社会上一些需要帮助的人，也到政策里面了。所以我想以后我们这个产官学研界大家一起来努力。国科会认为，虽然 AI 的发展速度真紧，不过伊也是有边界，依然需要遵守法律社会规范。参加会谈的产业界人士认为 ，AI 较高做判断图形加声音，对强化科学家、工程师加学生的能力帮助真大。AI 科技怎么还阁伫咧发展，但是伊的取代对一寡产业可能还阁要一段时间。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中国有一间业者为着要服务远距离的侦判，就推出一种烧针的设备。这种设备会当模拟咱人的喙唇，甲手机 App 配合，就会使使用起来就袂输实的针力的侦判。到底好用啊歹用，大家看法拢无共。中国业者研发的这个设加3D 喙唇，不止用模拟伴侣喙唇的压力有温热的感觉，甚至用透过手机 App， 还能看对方面按针。发明产品的条件普表示，伊想法是来自中国伫新冠疫情期间，长时间放射会甲女朋友避表分隔，无法度进行人甲人的连接，就决定用这概念去创作伊伫北京电影学院的毕业作品。想不到作品一出来就引起话题，今年1月开始量产公开来卖，卖260块人民票，差不多是1155块新台票，到即马已经卖出3000组。使用方法就是正如各提一台，开启视讯连接 App 了后，就进入烧针的情景。然后这个装置还会有一定的发热的感觉。当然，唔是所有人都能接受这种产品。路透社记者提影片伫街路找人访问，发现大部分的男性表示肯定，女性是感觉无必要。我觉得没什么作用，而且买这种东西，我觉得蛮变态的，根本不能解决什么异地，其实比还不如视频，每天跟对象视频还有用一点。这都很尴尬，亲什么都行啊，不一定非得亲这个东西吧？我觉得不搞笑，因为我比较开放，我觉得这种玩具很好。然后我也不觉得变态，因为这属于一个私人使用的物品，我觉得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发明的人表示，这个产品并无要取代人甲人的接触，单纯是降低交流的成本。真人感情交流是无法度取代的。有不少人认为，这个产品的使用顶悬有真大的中间地带，烦恼会被滥用。发明的人是同意有这种可能，要加强 App 监管。公司新闻张如平评论。天气报你知，做回来关心国际台温度。北部地区20度到26度，中部地区20度到30度，南部地区19度到31度。东部地区21度到28度，外岛地区14度到26度。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陈怡晶，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